感恩老师给予了我薪火相传的赤子心。我是李云霄，万里路迢遥，攀峰越海向云霄。不，
再去，你走进城。为什么？为什么终日暗记金玉泉？为什么今生马路心非缘？为什么请他书生去不归？莫非是鬼当初下了言？为什么句句是言语在啊？为什么是言句句成谎言？王魁分一声声分，归隐上天福禄，舍地府门。言而不信，丧尽天良的德行，何愧去上林？为我走此平原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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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哭诉了半天，你一点都不理我啊！难道你忘了那天我与王贵在此门市吗？潘官爷。将功生心吧。怎么，你也不理我？啊，那天不是你与小怪哥哥为我做见证的吗？小怪哥哥，小怪哥哥。
了。世间的王魁比不得一些，她中了状元，是天子的门生，又是丞相的女婿。你们都怕他，你们都怕他，你们都怕他。你们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焦桂英是个烟花女子。难道我就应该随便生的媳妇吗？鬼大家好，我是浙江话剧团副总经理、省青年文联会长李悦。角色是生活在演员的心里和情感里的。在排练话剧《水煮沉浮》的时候，排练厅的墙上挂满了义大代表的照片，我常常会望着李汉俊先生的照片流下泪来。
我深爱着我饰演的每一个角色，因为每一次角色塑造都是一次洗礼，一次灵魂探寻。在我参与演出的50多部剧目当中，曾多次荣获省级、国家级大奖。我个人也曾多次荣获新松计划优秀表演奖。在舞台以外，我还带领省青联、省青年文联的小伙伴们一起深入山区，开展志愿活动，让艺术惠及更多人。话剧舞台代代相承，我辈青年定当发奋努力。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叫马旭伦。1917年，我去往北大教授国文和哲学。那时，新文化运动这股崭新的文学革命浪潮正势不可挡地从北大生根，蔓延至全国。在北大的那段岁月里，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人，也是后来影响着中国革命进程，在历史的洪流中掀起了红色波涛的人。他叫李大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同学们，政府前2日刚刚释放了5月4日爱国游行运动中无辜被捕的32名学生，今日却又将他们一一召回京师警察厅审讯，欲给他们定罪。5月4日之事是数千名学生因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署丧权辱国之条约所激发的义举，实乃爱国天良所致，论原因不得为之犯罪。对，爱国罪，爱国罪，爱国罪！同学们，北京各大高校已连续发表声明，将与北大统一战线，共同罢课。所以我们更要向政府亮明我们北大的决心，坚定斗争，救出被捕学生；坚定斗争，救出被捕学生；坚定斗争，救出被捕学生。收场！一出去，收场啊！杰明兄辞职了，蔡校长辞职了。这是刚刚张贴在布告栏的告示，你来看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蔡元培，杰明兄的人呢？我找他去。校长室已经人去楼空，杰明兄应当是想借辞职向北洋政府施压，倒逼他们释放学生。可军阀那批人我是知道的，杰明兄一走，或将迅速派人顶替校长职位，趁机改组北大。改组北大，书生先生，我现在就组织学生集会游行，罢课示威，必要让政府挽留蔡校长。同学们，如今这街头到处都是巡逻的警察，我已听闻风声。这2日学生一旦上街，一律抓捕，严惩不贷。如果你们因此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开除便开除。程天明，你说什么呢？难道因为害怕开除，就不解救我们那些被囚禁的同学了吗？程天明同学，你在北大已经学习3年，你若可此时离开北大，仍有3年的积淀。可那些低年级的同学们呢？他们甚至还未学得些什么，甚至还不清楚未来的方向。如果此时被开除，你让他们在这个动荡的时候该往何处去？一柱兄，眼下时局动荡，蔡校长一走，北大或将陷入人心涣散、群龙无首的境地。是啊，可如果上街游行有危险的话，我们该如何展开斗争？我认为，应该成立北大乃至北京的教职员联合会。我们的教员中
有些人在社会上威望极高，还有些人和政府有着关系往来。如果他们都能站出来，联合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将以一当十，掀起滔天声浪。这个主意甚好。不过，杰民兄这一走，有谁还能将北大新旧两派的先生们团结起来呢？我来吧。这可是块难啃的骨头。我来办吧。哎，这件事啊，还真得他这个中间派来办，那才行得通。受长。同学们，你们已经打响了第一枪，接下来与政府抗议、谈判、示威的工作，就交给我们这些做先生的吧。先生，拜托了。先生，拜托了。我们定不负各位。哎，一楚兄啊，饿了吧？啊，来。好，好。首长，我不是让学生们不要爱国、不罢课游行，我知道，你是因为养正叔叔的那场学潮。你怎么知道？那场轰轰烈烈、名震全国的学潮，我怎会不知啊？早就听说杭州出了个学生叫马叙伦，竟公然上书浙江巡抚闹民权革命，结果被开除了。古有曹晨因上书被罢黜贬官，今有马宜初因上书被开除学籍，这都是丰功伟绩一桩啊！你就笑话我吧。我心里佩服。只不过你来了北大以后，就变得不再主动过问外界之事。我还以为你转了性子，打算做个不问俗事的逍遥散人。我所希望的，不过是国家独立、人民民主。哎，首长，我一直觉得，清政府既然被推翻了，那革命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不过是一介书生，还是回到校园里安心教书罢了。我只是没想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竟然在我的学生们身上再次发生。青青子衿，于心不忍呐！看来是到了再次走出书斋的时刻了。一楚兄，我早知你为人办事极有能力，早就盼着你能和我们一起投身革命的浪潮啊！首长，我今天来也是想提醒你一句，凡事要多加小心，免得引火上身。此话怎讲？我知道你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已受到了很多学生的讨论与追崇。不错，我最近还在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刊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上。一楚兄，你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了解吗？略知一二。你的那些个学生们呢？毛泽东、邓中夏、程天明，恨不得把每一期的《新青年》都塞到我的办公室来，也不问我看不看。他们倒像是我的思想启蒙老师，给我安排课外读物呢。这些孩子可都是可造之材呀！一楚兄，既然你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了解，那么你应该知道，俄国10月革命成功以后，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可行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切实有效的。这对于中国的民族独立来说，将是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出路。新出路。英国、日本走君主立宪，法国走民主共和，只有俄国走社会主义。你为何如此笃定这条路就是新出路呢？首长，实不相瞒，我主张和平、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道路。当年康梁推行的戊戌变法，也打算走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救了中国吗？如今是民国，不是满清，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阶段的革命成果。在满清，8国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你因呼吁民权自由被叔叔开除。在民国，
西方列强逼迫北洋政府签订凡尔赛条约，学生以爱国游行被政府羁押，这样的民国跟满清有什么区别？是你我想要的革命成果吗？民国成立至今仅有7年，我们要给它逐步完善的空间。况且，你推崇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如今中国还未到必须暴力革命的时候。你一楚兄，看看眼下的中国吧，依旧积贫积弱，备受凌辱。如果不通过暴力革命，我看不到民族独立的真正希望。我坚信，文明在20世纪初以后必将迎来一次绝大的变化，其萌芽就发源于俄国革命的血潮中。我更不支持流血牺牲。如果建立一个新中国需要流血，这血就该流。收场。我知道，你和孙中山、顾三河等人交往甚密，你们走的是共和立宪，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不同，观念自是不同。但这妨碍你我共同与北洋政府抗争吗？自是不妨碍。是君子。和而不同。但你我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求以可爱之国家而爱之。这不是我文章里的话吗？守常之教诲，马某谨记在心。只是守常啊，我听闻北洋政府已经将你列为重点人士加以防范。如果你有任何的过激行为，你就如何？太捕我吗？学生们都不怕，我怕什么？一楚兄，为革命而进监狱，那是革命者的宿命和荣光。守常。虽然现在你我走的道路不同，但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有着同一把火，这火是按不住的，就差一个点燃的契机。好好的趁着5·4的这场学潮，跟我一道走去革命吧，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4运动后，李大钊渐渐地走进了我的生命。他的身上总是洋溢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无限的希望和澎湃的激情，感染着我，引领着我一步步走进革命的浪潮。即便我们选择的主义不同，道路不同，但是在我们心中，对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实现有着同样虔诚的渴望。我们一同奔走游行，一同被北洋政府通缉，一同经历着国家的变迁，一同呼唤着民族的觉醒。嫂夫人，守常先生，
这是任兰从老家寄过来，托我转交给你的，是她亲手给你做的衣服。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任兰在老家一直很记挂着你。她不知道你在北京每天过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穿得够不够。她连一封信都不敢给你写，生怕打扰到你。她也怕这衣服寄到邮局，你怕是没有时间去取。赶紧穿上试试吧。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纵使当时携手处，犹变方从。当年我已手尝正值壮年，将觉醒中国作为吾辈使命，从陌生到熟识，从书斋到革命，从殊途到携手，从1919年到1927年，走过了整整8年。这是中国民主运动从出生萌芽到风起云涌的8年。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同。1927年，李大钊因其共产党的身份，被扣上了妄图扰乱公安、颠倒政府的罪名，可惜遭军阀逮捕。明年花更好，只与谁同？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押赴刑场，走上了绞刑台。首长，首长！一出兄，早就让你离开北京，可你为什么还是留了下来？还记得你我关于道路选择的争执吗？我还是不明白，中国通往独立民主的道路明明有1000万种，你为何要选择最凶险的一种？是最光明的一种。我说过，文明在20世纪初以后必将迎来一次绝大的变化，其萌芽就发源于俄国革命的血潮中。暴力革命是要流血的，只有流血才能彻底斩断与旧世界的连结。非要展开那些连结才能实现独立民主吗？中国存续1000年，朝代更迭变换，其中的连结自有它的道理呀。这些年国家祸乱迭起，军阀混战，官僚腐败，民不聊生。你我共同革命所经历的这一切，你还认为自有它的道理？我不知道，我以为只要你我终点一致，哪怕殊途，亦可同归。会同归的。会吗？只要你我终点一致，总有一日会同归的。首长，李楚兄，你心里的那团火已经烧起来了。只不过国民革命之路，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在行刑前，一位满面横肉、目露凶光的行刑者压着守长先生，居高临下地问他：“你对你的家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有主义，而不只有家。为主义而死奋也，何憾也！共产主义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首长！大陆先生！
大家好，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影派小生陈丽君。今年是我和越剧结缘的第19年。对于这一行来说，19年不算长，但对于一段正在成长的人生来说，19年也不短。这19年，越剧好像我的平行世界。在舞台上，我进入他人的灵魂，体验他人的生活，理解更丰富的人生。这19年，越剧也是我的生活本身。它是我一天24小时中的绝大多数时光，是我一年365天中的大半悲喜。它让我有了一双可以借力飞行的翅膀，也让我在面对难题时有了不得不坚强的理由。捧北海，奉朝阳，我热爱这个行业，也珍惜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机会。很高兴和各位在这里相遇，我们一起努力吧。我实在不充电几张，怎么要动着学生我？
情是梦是梦是真。当苍天不许碧血碎乱纷纷，我心中翻江腾，嘿，翻江腾，嘿。把笔擦成
家好，我是浙江豫剧艺术研究院的老生演员李轩宇。我们豫剧历史悠长，有6大身腔，文武并重，刚柔并济。这次决赛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呢，是我们传统剧目《后金关》中徐策跑城的片段。这个戏呢，我是根据我豫剧师傅朱元浩先生给我说的豫剧的框架之上，然后呢又融入了我京剧师傅陈少云先生给我说的齐派的表演风格，又借鉴了其他兄弟剧种的悠长，自己不断演不断改，也不断的听取大家的意见，形成了自己的那么一个版本，希望呢能受得住大家的检验。谢谢。小将归一城，我听他下院。我赞成哦，我的儿有龙，我的眼有花，二龙眼花看不见，臣下二郎哪一个你跪在城前？我问你，家境哪富哪走比哪廉？哪一个村庄有一家门？你的爹姓陈，你的母姓陈，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你哪里说得清？报得名，我放下吊桥开城门，放你进城。你哪里说不清？报得名，你要想进城吧。娇儿搬来宾，唯有老夫喜在心，下院快传太臣令。太臣，儿子。多少兵？汉发来3000什么？青龙关我有800雄兵。哦，哪一个做了8000先行？孩儿做了8000先行。好，何人是领兵元帅？领兵的元帅乃是薛刚3所准。
刚来了。是好，你去对他念讲，史家世代忠良，反不可落个叛臣下场。说起战乱，不惜足坛，天下大乱。且将这马暂退一箭之地，待老夫上殿奏本。万岁就是遵了本章，拿去建党，与时下报仇雪恨。倘所犯罪，不遵本章，那是神平二等所为。遵命。家园出来，在老夫身轻气爽，今日我要步行上朝，你且草房伺候。是。他薛家的威风又来了。还我情子，血海冤仇总须报。来早，雨来迟，血汤在阳火，把酒解。他的
爹娘的生辰，就开。三杯大肚出户外，家了滔天大火灾，太子的金冠被打坏，上台的门呀打下来，太庙的神像去打坏，就到预备若尘埃。西郊外，三门一口把道开。还有八百兄兵，老夫上边走一奔，一奔一奔，我往上升，万岁准了，万岁准了嘛我的本。万岁说是准了本账，倒还罢了。还说万岁不准本账，哈哈！紫禁城赛过快去夫，三步当初两步走，两步当初一步行。
哎，老了，不中用了啊！是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金贵奖给予我了一个平台，让我能够在更高的平台遇见更好的对手。与其说是竞技，不如说是学习。有人说，爬到山顶不是为了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让我看见全世界。这句话我深有感触。我希望在更广阔的天地遇见更优秀的人，与大家一起为各自的剧种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努力。戏曲的梦想正在向我们每一个人招手。我是费新平，来自余杭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我参演的剧目是新版越剧《沙漠王子》探月。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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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牛背这次谁过旁头？此时此刻，八方神起，已将王宫团团包围，此为是7万为民，7万不惧，杀此罪为孽，便是关公阿飞。快向刘备与我杀了他！杀！哈！
王子。兄弟，兄弟，兄弟。不见走矣。兄弟，王子，兄弟，我的眼睛。不见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依琳，你到底在哪里呀？在哪里？
以我心也悄悄，为什么不早悄悄度女郎？是什么比天似心月儿明？为什么不早一笔随后放？王子，北方酋长最请你即刻上位。北方酋长最请你即刻上位。北方酋长最请你即刻上位。此际我丧我生命，与不见玉佩，此次结位难以服众。如来，我管你是王子还是皇上，我这三人是我的兄弟。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找公子？你把天处理政府犯上4年公子，还要假装没有事一样。臣妾就找。你知道王子为什么不得找公子？他怕辜负他家的妻房。你管他。爷爷穿着这身衣裳，他觉得是他害了公子，因此就有这种样子。这不是不要讲了，你就是个胆小之身，你就是个虚伪之身。我是虚伪，我是胆小，像我最谁上父母。常年被通缉，见惯了朋友谄媚，看惯了争名夺利。为了我下来，死了你，我是见证这是3分话，信我，不是傻。直到遇见夜里。我才知道，与人相处是次快乐，心里的患病是可以融化的。1年前，我为什么没有回应他？长过后，我为什么不仅仅告诉他一切已经完美笃定我？
我死去。你让我胆小，我是真的胆小啊！我不管去见他，不管听到他不好的消息，所以我假装他往好好的窝在某个地方和我一样的。我杀王子，闭门不落的后续局长，3天之后要迎娶伊利公子。伊利，他们在附近外发现了万大的踪迹。万大。王子，何姓大婚，恐怕与万大逃不了关系。他不是兵马渡买放好，好，借公子大婚抢约会，早等如来前来。此次进王必须缜密，确保伊利攀附一生。是。路兰，舍弃你心血，不能空忙一场。还他呀，还他！舍弃你血海深仇，终将了断。谢谢，让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谢谢5位选手的精彩表演，好吗？谢谢他们，也感谢在座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19点30分，还是在这里，请大家再次关注金贵第2场的竞演。现在呢，就让我们请出下午场的演员们集体上场谢幕合影，有请。